我嘅人生冇一樣嘢係絕對啱或者絕對錯，所有嘢結果都係由最後一個決定而產生。而呢一個決定嘅產生，通常都係視乎嗰件事帶俾你有幾多利益或者損失。正所謂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。三炒束縛，所以我每一次都會以自己利益行先，無論任何時候或者任何關係。自從我細個識用錢開始，我就立定志願，同自己講，第時無論點都好，我一定要做個有錢佬。做有錢佬，我哋好緊要嘅。就喺升讀大學嘅考試入面，我可以選擇出貓，定係唔出貓。合作愉快啊！出貓就升到，唔出貓就升唔到。喺經過嚴密嘅布防底下，最後我決定出貓。之後我仲入讀咗我最想入嗰間大學。入咗大學之後，我識咗兩個女仔，兩個女仔都好中意我。一個我唔係咁中意，但係好有錢；一個我好中意，但係就冇乜錢。喺經過周長嘅思考之下，最後我揀咗出到嚟社會做嘢，上位係好重要，喺每一個環節都係處於戰鬥狀態。所謂無所不用其極，我用盡咗所有嘅方法，同我同事周旋到底，討我上司歡心。一次又一次嘅戰鬥，好唔容易。喺最後關頭，我戰勝咗我同事，成功上位。有一次，我老細要求我幫佢穿櫃桶底，佢話咁樣做，我就可以有大把錢，仲一定唔會俾人知。我基於以錢行先嘅宗旨，我決定。人生去到呢度，理應係好成功，但係就係因為一個選擇，而令到自己失去咗所有。但係回顧自己嘅人生，又好似冇一個選擇係真心去揀。人生咁多選擇，點解總係要揀一啲對自己冇意義嘅選擇？如果可以再揀嘅話，我一定。阿 Sir， 我見到出貓啊！唔係，佢都係啊！唔係我佢啊！喺經過周長嘅思考之下，最後我揀咗。你扯條心啊！我冇可能㗎。有一次，我老細要求我幫佢穿櫃桶底。邊個督我背脊？打電話俾廉政公署。公正人生，睇你點揀。